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利未記22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利未記22章呢係連續4章去講關於聖潔嘅要求嘅最後一章。咁呢度呢係講到關於對於祭司嘅工作嗰個質量嘅要求。無論係對祭司佢所要獻嘅祭物嗰個完美無瑕嘅要求，又或者話對食祭物嘅人，就係祭司佢本身嚟講，神都係有佢非常之嚴謹嘅聖潔嘅要求。啲祭物係需要完美嘅，因為係獻俾嗰位至高嘅獨一嘅真神，呢位完美嘅創造者。而祭司佢本身去食祭物嘅時候呢，佢係代表至聖嘅神去食嘅。咁所以呢，佢本身嗰個狀態亦都係需要達至聖潔嘅水平，係有一個完美嘅要求。喺呢度呢，就可以反映喺我哋今日喺教會嘅侍奉，其實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去反思嘅。咁首先第一點就係我哋喺奉獻嘅時候，我哋係咪本於一個清潔同埋盡忠嘅心呢？喺馬拉基書3章10節嗰度話，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當我哋嚟到係去奉獻我哋嘅金錢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盡忠，亦都係咪真係本於一個愛神嘅心，本於一個相信神嘅信心，亦都本於一個清潔嘅心。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嘅當中，我哋無論工作無論生活，我哋都係以一個嘅潔淨嘅狀態嚟到係去處理我哋一切要處理嘅事情，以致我哋所獻俾神嘅金錢都係源於清潔嘅心同埋清潔嘅狀態。咁而第二方面，我哋係去服侍人嘅時候，我哋係咪本於一個真誠嘅愛人嘅心呢？喺羅馬書12章9節嗰度話，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12章10節嗰度話，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12章11節話，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侍主。當我哋係去服侍人去待人嘅時候，我哋係需要有一個真正嘅愛心，以致我哋呢個所奉獻嘅，我哋所服侍嘅，先至能夠達至神對我哋嗰個聖潔同埋完美嘅要求。第三方面就係喺傳福音嘅時候，我哋傳福音作見證，係咪本於無偽嘅信心呢？喺哥林多後書6章2節嗰度話，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喺6章3節嗰度亦都講，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喺我哋傳福音同做見證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個無偽嘅信心同埋一個聖潔嘅生命狀態，以致我哋所做嘅，我哋所講嘅都不會成為別人嘅妨礙，甚至我哋喺我哋去傳福音同做見證嘅事情上邊，我哋可能係需要去面對一啲嘅困苦嘅情景，以表達我哋呢種嘅無偽嘅信心。正如喺哥林多後書6章4節嗰度話，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之中。咁呢度呢係代表我哋要傳福音嘅時候，係真真正正嘅將我哋所信嘅道，將我哋嘅見證嚟到係去以信心同埋以忍耐嚟到顯明俾人。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面對苦難困境嘅時候，係咪本於不死嘅盼望呢？喺羅馬書12章12至14節嗰度講，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嘅款待，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其實對於我哋新約嘅信徒嚟講，我哋同樣好似舊約嘅祭司一樣，我哋係處於一個喺神同埋人之間嘅中保嘅地位。
如果我哋所做嘅係冇質素，我哋所做嘅有瑕疵，就會妨礙咗人嚟到神嘅面前，亦都妨礙咗神可以將佢嘅說話去俾人嚟到係去建立佢哋嘅生命呢啲嘅工作。喺教會嘅崇拜聚會呢，其實同樣好似舊約嘅祭司咁，有個雙重嘅身份嘅。第一，我哋既係服侍者，我哋係去做神嘅工作嘅人，好似祭司一樣。咁並且第二，我哋又係參與者，係享用呢啲嘅服侍嘅。因為好似祭司咁，佢哋係可以去進食獻俾神嗰啲嘅祭物嘅。咁我哋亦都喺教會嘅服侍、教會嘅崇拜裏邊，我哋係參與者。我哋係努力嘅，將我哋嘅奉獻同埋出席參與呢，都要分別為聖，有好高嘅質素，合神嘅心意，以致我哋喺教會嘅生活係真係可以吸引人，可以使到嗰啲未信嘅人能夠喺當中得益，喺當中願意去接受呢個嘅救恩，能夠係得到我哋所得嘅同樣嘅福分。願意我哋都係能夠有呢種嘅質素，我哋喺教會嘅服侍上邊，同埋我哋參與教會嘅各種嘅聚會，無論我哋係服侍者或者我哋係參與者，我哋都需要保持一種聖潔嘅狀態，保持與我哋所蒙嘅恩相稱嘅嗰種生命狀態，以致我哋真係能夠發揮到福音改變生命嘅大能，使多人得益。默想祈禱，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